1万年前，上山文化开启了世界稻作农业的序幕。2200年建制时，孕育璀璨文明。这里是巴乌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。这里是金华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新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。金华，一座因星辰而得名的城市，山水形胜，人杰地灵。绿水青山滋养巴乌大地，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和美交融。三江汇流，诞生了灿若星河的历史名人，铸就了千古流芳的文化传奇。九州通衢的金华，自古被称为浙江之心。这里交通便捷，是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，拥有轨道交通、高速公路、快速干线3大交通闭合圈。每天经停高铁420多列，可直达全国18个省会城市。这里是一带一路最具活力城市之一，一新欧班列、一永州开放大通道和跨境电商，让金华和世界相连。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蓬勃发展，汇聚起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新动能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中心区城市，沪杭金发展带节点城市， G60科创走廊的共建城市。这里产业基础扎实，拥有年产值超100亿产业集群16个，国家级产业基地29个。这里充满创新活力，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，每年有超过55万人次的境外客商来此采购。全球第3大五金产品集散中心，横店影视城，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。这里是国家12个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城市中唯一一个非省会城市。发达高效的物流网络和极具活力的数字经济，铸就新经济时代的强力引擎。在信义和美，拼搏实干，共建图强新时代金华精神感召下，无数开创者、建设者、筑梦者，愿与金华共成长，迎未来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。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曾14次来金华考察调研，对金华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。金华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，坚定不移推进88战略再深化，改革开放再出发，以干在实处、
走在前列，勇立潮头的奋斗姿态，拥抱世界，走向未来，书写高质量、高水平建设现代化都市区的精彩答卷。